继续来看这个南投鹿谷的广兴国小暑假的课程是带囡仔唱古诗、唱歌戏，佮用台语来介绍鹿谷茶，要互小朋友自细汉就来认捌本土文化。 即摆囡仔自细汉惯势讲华语、听华语，要讲台语时阵，拢讲袂认得。鹿谷乡广兴国小就利用校内课程来教囡仔用台语唱囡仔歌。啊，互伊唱歌，互伊了解讲，哦，迄台语歌嘛足趣味的，啊，都伫遐跳，哦，啊，因就感觉足欢喜的。囡仔用台语小解鹿谷乡的茶文化，互因更熟悉乡土地理、在地文化，嘛有囡仔了解到台湾这片土地是偌尼啊珍贵。哦，咱小朋友伫咧疫情当中吼，咱的学习不间断，啊，伫咧暑假有一个新的学习的经验。透过课程举办，互学生学讲台语，嘛了解家己故乡的文化，利用多元精彩的教学方式，互囡仔有兴趣学，嘛希望乡土语言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